香港地少人多，要有效運用珍貴嘅土地資源，就要有周詳嘅城市規劃。早喺1947年，香港政府已經成立城市設計組，負責籌劃各區土地用途及填海等長遠規劃工作。直至1990年，規劃署正式成立。35年嚟，規劃署匯聚各方專業人才以及唔同職系嘅同事，同心協力去為香港做好規劃發展，見地造地，將香港塑造成今日嘅亞洲國際都會。多年以嚟，規劃署積極規劃多元社區同各類用地，去滿足經濟、房屋、基建發展嘅土地需求。過程中，我哋亦會努力去協調同平衡各方持份者嘅需要，為配合唔同時代嘅經濟需求同行業轉型。我哋喺90年代開始，透過用地規劃檢討，令傳統工業區轉型成商業區。為持續開拓更多元化嘅發展，我哋會適時檢視現有規範，例如城市規劃條例、法定圖則、規劃指引等等，務求與時並進，更加靈活運用土地，為社會帶來最大嘅效益。為提升香港嘅宜居度，優化空間佈局，規劃署喺2003年為香港編製一套全面嘅城市設計指引，令我哋喺規劃新發展嘅時候，可以因應每區嘅地理特質同規劃概念，引用唔同嘅城市設計元素，例如建築物高度、發展密度、通風廊等，為市民提供一個可持續嘅優質生活環境。喺城市面貌方面，我哋投入咗大量心思去保護香港獨特嘅維港兩岸三隻線。今日我哋能夠喺連貫嘅海濱上散步，喺鬧市之中享受到絲絲微風，呢啲都係我哋咁多年嚟喺規劃圖則上預留空間，以推動城市設計所帶嚟嘅成果。為咗保護鄉郊環境同埋我哋嘅藍綠資源，除咗規劃一啲保育相關嘅用途地帶，我哋亦積極透過執管同檢控打擊違例發展，並應用無人機協助巡查同搜證，以防止自然環境同生態受到破壞。我哋嘅規劃因時制宜，不斷調節更新，去滿足唔同時代嘅需要。同時，我哋亦具備前瞻性嘅視野，為我哋嘅城市未來打好基礎。幾十年嚟，面對香港經濟轉型、人口變遷等種種大環境變化，規劃署進行咗多項策略性規劃工作，促進靈活運用土地資源，為香港創造發展空間同埋容量。例如70年代，香港經濟起飛，人口急增，我哋就開始咗衛星城市嘅發展。今日呢啲衛星城市已經變成人來人往、便捷發達嘅社區。而北部都會區、交椅洲人工島呢啲重點發展項目，都係我哋最新嘅策略性規劃研究嘅建議，充分切合社會現時同未來嘅需要。透過優化社區設施同休憩用地嘅標準，可以大大提升整個城市嘅宜居度，令人人都可以住大啲、住好啲，更有幸福感。因應新興產業，需規劃新經濟增長點。我哋以逐步加強同粵港澳大灣區嘅對接，發揮好香港喺國家發展大局中嘅角色，進一步提升香港喺世界舞台嘅競爭力，為未來帶嚟更多機遇。要實現呢啲願景，除咗我哋嘅努力，仲要有大家嘅支持先會成事。未來就等我哋一齊諗，一齊做，為呢個城市攜手畫出更多可能，創造無限機遇。